Fun and Games 包含4本圖畫書，用米奇互動學習筆點觸書本上嘅圖畫，就會發出聲音，同小朋友進行互動。書本內容同迪士尼美與世界嘅4種顏色對應 ，Step by Step 裏面嘅活動同相同顏色嘅書本內容互相呼應。單字會喺唔同嘅預設場景下重複出現，幫助小朋友理解單字嘅意思。Fun and Games 書本嘅內容十分豐富，包含讓你意想不到嘅發現。例如，書本裏面其中一頁印有鋼琴嘅鍵盤，只要使用米奇互動學習筆，就能夠彈奏鋼琴。撳一下唐老鴨，再觸碰一下鋼琴嘅圖像，唐老鴨更加會加入伴奏添。試下點觸唔同嘅圖畫嚟探索書中有趣嘅內容啦。使用米奇互動學習筆，點觸首頁 Let's Start 嘅圖案，讓小朋友開始體驗與圖畫書互動嘅樂趣。Fun and Games 快速指南記載產品嘅詳細資料。